Hello，大家好。唔知你哋有冇試過，明明昨晚瞓咗成8、9個鐘頭，但係第二朝起身，依然覺得成個身重沉沉，提唔起勁，或者明明冇做咩粗重嘢，但硬係覺得全身肌肉緊繃，偏頭痛頻頻發作，甚至皮膚仲經常出濕疹、暗瘡，消化系統又成日脹氣。如果這些症狀你中了其中3、4樣，咁你就要小心啦。呢啲根本唔係單純嘅太累或者老咗，而係你嘅身體已經發出咗極度危險嘅信號。你嘅身體正在經歷一場睇唔見嘅慢性發炎。很多人聽到發炎，第一時間會諗起跌親流血、傷口發紅、發腫、發熱，呢啲叫急性發炎，係身體免疫系統保護你對抗細菌嘅正常反應。但慢性發炎就完全係另一回事，佢就像係你身體入面有一顆種，雖然冇大火，但一直喺度慢火煲煲仔飯咁，暗暗燒着你嘅內臟、血管同神經。長此以往，呢啲隱形發炎不僅會榨乾你嘅精力，仲會加速你嘅細胞衰老，甚至係癌症、心臟病、糖尿病、亞腦退化症等等大病嘅幕後推手。不過唔使驚，今日呢集影片我就要同大家拆解呢個慢性發炎嘅元兇，仲會一次過為大家整理營養師極力推薦嘅50種最強抗炎食物。只要你識得點樣將佢哋加入你每日嘅餐單，你嘅身體就可以自動開啟修復模式，唔單止精神返晒嚟，仲可以越食越年輕。大家記得睇到最後，因為我會教埋你點樣將呢啲食物融入我哋香港人嘅日常飲食習慣入面。要明白點樣抗炎，我哋先要搞清楚到底係咩嘢搞到我哋體內長期處於發炎狀態。其實罪魁禍首往往就係我哋平時好容易忽略嘅生活壞習慣。第一大元兇肯定係高糖同精緻澱粉。香港人生活節奏咁快，朝早一杯凍奶茶加個菠蘿油，下午茶又一杯少甜走冰嘅珍珠奶茶加件西多士。你以為呢啲係快樂嘅源泉？其實當過量嘅糖分進入血液，會引發所謂嘅糖化反應，產生大量毒性中物質，直接刺激免疫系統釋放大量發炎因子。第二大元兇就係植物油嘅濫用同埋 Omega-6脂肪酸比例失衡。我哋平時喺外賣食到嘅煎炸嘢、快餐，好多都係用低成本嘅大豆油、花生油或者玉米油去炸。呢啲油含有極高嘅 Omega-6脂肪酸。雖然身體需要適量嘅 Omega-6，但如果 Omega-6同 Omega-3嘅比例嚴重失衡，體內嘅發炎機制就會被全面激活，好似喺身體入面不停點火咁。再加上長期工作壓力大，經常熬夜到夜深2、3點，缺乏運動，仲有空氣污染同外賣包裝嘅塑化劑微粒，呢啲都會搞到體內嘅自由基暴增。自由基一多，就會破壞我哋嘅細胞膜同 DNA， 誘發免疫系統不斷去撲火，最終演變成永無止境嘅慢性發炎。咁到底點樣先可以幫身體滅火呢？最直接、最有效嘅方法就係透過飲食。科學研究證實，天然食物入面含有豐富嘅抗氧化物、多酚類、維他命以及好嘅油脂，佢哋就好似體內嘅天然消炎藥一樣。下面我就為大家詳細盤點營養師推薦嘅50種抗炎食物，我會將佢哋分成6大類，大家不妨平張紙記落嚟。第一大類係富含 Omega-3脂肪酸嘅深海魚類與油脂類。Omega-3係供應最強嘅天然抗炎劑，佢可以有效抑制體內發炎前驅物質嘅產生。第一個係三文魚。三文魚含有極高嘅 EPA 同 DHA， 每星期食2次，可以大幅降低血管發炎嘅風險。第二個係沙丁魚，雖然平時大家可能比較少買鮮魚，但其實罐頭沙丁魚嘅 Omega-3含量一樣非常豐富，仲好方便。第三個係叉魚，即係我哋平時喺日式餐廳食到嘅鹽燒叉魚，油分豐富，抗炎效果一流。第四個係秋刀魚，平價得嚟營養價值極高，適合香煎或者鹽燒。第五個係金槍魚，即係吞拿魚，不過建議揀水浸罐頭，避免攝取過多不良油脂。第六個係亞麻籽，含有豐富嘅植物性 Omega-3，加喺早餐嘅麥皮入面食就最正。第七個係奇亞籽，浸水之後會膨脹，富含水溶性纖維同 Omega-3，對腸道發炎好有幫助。第八個係初級冷壓橄欖油。橄欖油入面有一種叫橄欖油刺激醛嘅成分，佢嘅抗炎機制竟然同我哋平時食嘅止痛藥阿司匹林非常相似。第九個係牛油果，牛油果含有豐富嘅單元、不飽和脂肪酸同維他命 E， 可以保護細胞免受氧化傷害。第10個係核桃，喺所有堅果入面，核桃嘅抗氧化物同 Omega-3含量係數一數二嘅。第二大類係深綠色同彩虹顏色嘅蔬菜類。呢啲蔬菜蘊含豐富嘅植化素、維他命 C 同 A， 係清除自由基嘅超級英雄。
第11個係西蘭花，西蘭花含有蘿蔔硫素，呢種物質可以激活體內嘅抗氧化酶，極力推薦大火快炒或者微波蒸熟。第12個係羽衣甘藍，被譽為超級食物，富含類黃酮同維他命 K， 抗炎效果極佳。第13個係菠菜，含有豐富嘅葉黃素同葉酸，可以減低心血管發炎。第14個係紫甘藍，即係紫色嘅包菜，佢嘅紫色來自花青素，抗氧化力係普通包菜嘅好多倍。第15個係西紅柿，西紅柿入面嘅西紅柿紅素係脂溶性嘅，用少少橄欖油煮熟之後食，抗炎吸收率會倍增。第16個係胡蘿蔔，富含 β 胡蘿蔔素，可以轉化成維他命 A， 保護我哋嘅黏膜健康。第17個係甜菜根，含有獨特嘅甜菜紅素，對於降低血壓同血管發炎非常有幫助。第18個係洋蔥，洋蔥含有豐富嘅腐皮素，呢種成分係天然嘅抗過敏同抗發炎劑。第19個係大蒜，大蒜入面嘅大蒜素有強大嘅抗菌同消炎作用，生切開靜置10幾分鐘之後煮食效果最好。第20個係蘆筍，富含谷胱甘肽，係身體肝臟解毒同抗炎嘅重要元素。第21個係南瓜，含有豐富嘅維他命 C 同 E， 仲有大量的膳食纖維。第22個係苦瓜，雖然味道有少少苦，但苦瓜甘可以幫助調節血糖，從根源減少高血糖引致嘅發炎。第3大類係高抗氧化水果類，水果雖然好食，但要揀低糖分、高多酚嘅類型。第23個係藍莓，藍莓係抗氧化之王，含有大量花青素，可以穿透血腦屏障，保護腦部神經免受發炎破壞。第24個係草莓，富含維他命 C 同硫花酸，對皮膚抗炎非常有幫忙。第25個係黑莓，同樣含有高濃度的多酚，有助改善腸道發炎。第26個係樹莓，即係覆盆子，纖維極高，糖分低。第27個係車厘子，即係櫻桃。研究顯示，車厘子可以有效降低體內嘅尿酸水平，對減輕關節發炎、痛風特別有效。第28個係石榴，石榴入面嘅石榴多酚抗氧化能力極高，甚至高過綠茶。第29個係奇異果，含有極高嘅維他命 C 同酵素，幫助消化嘅同時減輕腸道負擔。第30個係蘋果，俗語話每日一蘋果，醫生遠離我。蘋果皮入面嘅果膠同縫皮素係抗炎嘅關鍵，所以記得洗乾淨連皮食。第31個係檸檬，雖然味道係酸嘅，但喺體內代謝後呈鹼性，富含維他命 C， 有助平衡身體酸鹼度。第32個係橙，含有橙皮苷，可以保護血管內皮細胞，減少血管發炎。第4大類係全穀雜糧同豆類，精緻白米白麵係引致發炎嘅元兇，但天然全穀物就完全相反。第33個係燕麥，燕麥入面嘅 β 聚葡萄糖可以降低膽固醇，仲可以滋養腸道好菌，建立強大嘅腸道屏障去抗炎。第34個係藜麥，不含麩質，含有完整嘅9種必需氨基酸，升糖指數極低。第35個係糙米，保留咗米麩同胚芽，富含維他命 B 集同膳食纖維。第36個係黑米。黑米嘅外皮含有大量花青素，係全穀物入面嘅抗氧化高手。第37個係紅豆，富含鉀同多酚，幫助利尿消腫嘅同時減發炎。第38個係黑豆，中醫話黑豆入腎，佢嘅黑皮同樣富含花青素，對滋補同抗炎都好有幫助。第39個係鷹嘴豆，喺地中海飲食入面非常常見，富含植物性蛋白質同優質膳食纖維。第40個係扁豆。煮湯或者做沙律都好適合，升糖指數低，可以穩定血糖。第5大類係天然香料同發酵食物，呢啲食物雖然平時只係做配角，但佢哋嘅抗炎威力絕對唔可以小覷。第41個係薑黃，薑黃入面嘅薑黃素係近年醫學界最熱門嘅抗炎研究對象之一，佢可以抑制體內多種發炎途徑。不過要記得，薑黃素係脂溶性嘅，而且需要黑胡椒入面嘅胡椒餃去提升吸收率，所以煮咖喱或者用油炒薑黃粉係最聰明嘅食法。第42個係生薑，生薑入面嘅薑辣素可以舒緩肌肉酸痛，仲可以減輕腸胃發炎情況。第43個係肉桂，肉桂可以提高胰島素敏感度，幫助控制血糖，從而減少高血糖引致嘅發炎。第44個係迷迭香，含有迷迭香酸，係強效嘅天然抗氧化劑。第45個係綠茶，綠茶入面含有豐富嘅兒茶素，特別係 EGCG， 可以清除自由基，保護細胞。第46個係無糖優格，即係酸奶或者希臘優格，
含有大量活性益生菌。你要知道，人體70%嘅免疫細胞都喺腸道，腸道健康，身體嘅發炎自然少一大半。第47個係泡菜，天然發酵嘅泡菜含有乳酸菌同豐富纖維，對腸道微生態好有益。第48個係納豆，納豆菌同納豆激酶唔單止可以抗炎，仲有助溶解血栓，保護心血管。最後第6大類係其他優質抗炎補充品同飲品。第49個係高濃度純黑朱古力，記住一定要係可可含量75%甚至85%以上嘅黑朱古力。可可富含黃烷醇，對血管健康同抗發炎極有幫助，每日食1-2小塊就夠。第50個係骨頭湯，用牛骨或者雞骨慢火燉煮10幾20個鐘頭嘅骨頭湯，含有豐富嘅膠原蛋白、氨基酸同礦物質，可以修復破損嘅腸道黏膜，防止腸漏症引致嘅全身性慢性發炎。睇完呢50種食物，你可能會諗，哇，咁多嘢，我點樣先可以喺日常生活中食得到啊？香港人成日喺外面食飯咁忙，邊有時間搞咁多嘢？唔使擔心，其實要將呢啲食物融入我哋嘅生活，完全唔需要大費周章，只要你微調一下日常嘅飲食習慣就可以做到。例如朝早早餐，你可以將平常食開嘅餐蛋麵或者菠蘿油換成一碗加咗亞麻籽、藍莓同核桃嘅無糖燕麥粥，或者食一盒希臘優格配草莓。如果你慣咗飲咖啡，可以試下喺咖啡入面加少少肉桂粉，或者直接轉飲無糖綠茶。去到午餐外賣時間，就算喺茶餐廳或者快餐店，我哋一樣可以做明智嘅選擇。以前你可能會點椒鹽、豬扒飯或者乾炒牛河，不如試下改點蒸魚飯、薑蔥白切雞飯，甚至去超市買盒三文魚刺身，配個彩虹沙律。記住，叫菜嘅時候可以要求少油、少鹽、少飲甜飲，改飲無糖檸檬水或者熱茶。至於晚餐屋企自己煮，就仲更加容易。你可以大膽用橄欖油去炒西蘭花或者洋蔥，煮湯嘅時候加少少生薑同大蒜，煲飯嘅時候唔好只係用純白米，嘗試加1/3嘅糙米、黑米或者瀨米落去。逢星期二同星期五安排自己食三文魚或者煎叉魚，做齊呢啲簡單嘅改變，你嘅身體就會不知不覺間切換去抗炎修復模式。想象一下，當你連續堅持呢種抗炎飲食3-4個星期之後，你會發現神奇嘅改變開始發生。朝早鬧鐘響嘅時候，你不再覺得頭昏腦脹、身重沉沉，而係可以好清醒咁醒過嚟。下晝3-4點不再突然出現嚴重嘅犯昏，精神可以維持一整天，皮膚變得光澤有彈性，暗瘡同濕疹明顯減少，腸胃不再經常脹氣，甚至連體重都因為體內水腫減退而自然下降。呢啲唔係咩神奇嘅藥物效果，而係你給予身體正確嘅營養之後，身體展現出嘅強大自我修復能力。老話一句，你食咩落肚，你嘅身體就會變成咩樣。年齡只係一個數字，40歲嘅人可以擁有25歲嘅身體血管，但亦有人25歲就已經擁有60歲嘅發炎體質。從今日起，不妨就揀3至5種剛才提到嘅抗炎食物，加進你今日嘅晚餐入面，為你嘅身體熄火。由這一餐開始。如果你覺得今日呢集影片對你有幫助，記得幫我點讚，分享俾你身邊成日喊攰嘅朋友，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我哋下集再見，祝大家越食越健康，越食越年輕。